转来看国内，即马讲有一种捷运联开主体，就是捷运建商甲地主联合的开发案，目前是干那要税无咧卖，算是市民的公共资产。台北捷运打着提案，讲要以1户免1亿的价数来卖，佮唔免经过议会同意。不过民团是批评讲违反居住正义。捷运出站得到处，交通便利，是真侪民众选择大的首选地段。市府有的捷运联开体是捷运局甲建商地主的联合开发案，属于全体市民的公共资产。不过，北市捷运局在6月18伫市议会提出修法，收款无需要经过议会同意，就会当标售1户价过1亿，也是租金报销率价过借贷利率的捷运联开体。里面都是有居住需求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出售的话，我们并不能保证这些来买这个联开宅、标售联开宅的这些民众是不是投资客。民团指出，若提案通过，1313户联开体有1310户拢会当标售，一定会带动新一波的房价起。伫北市高房价税厝歹找的大环境之下，联开主体是难得的税厝资源，出租率达到99.85%，提供就业家庭安心住的所在。爱维持出租使用，佮积极结合主体政策。联开宅事实上是台北市非常珍贵跟可贵的一个公有的住宅的一个资源。那这个资源事实上可以配合政策，做很多的居住正义的一个用途跟调度。民团甲跨党派议员召开记者会，严正反对抛售公有资产的修法草案。不过，北市捷运局表示，为了加速海捷运自商成经费，出售部分收益较低的联开体，确实是有必要。不过，也会尊重市议会的审议结果。并不是把所有的联开宅去做标售，所以是针对这些收益率较低的部分，我们才来进行相关的标售。那我们会再积极的跟议员做说明。我们一定会要考量到捷运新建财务永续，另一方面也会纳入市民居住的需求，通盘考量。政府局也进一步表示，尊重市议会监督权，会等法规委员会讨论人事共识了后才办理。那真正修法，也会等联开体当年的租期届满才进行处分，保障既有承租户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